今天为止次数都非常非常多，在外圈还是便衣，很多很多。这个师傅已经拍了7、8年，我做很多。我说老汉儿炒你们那儿去拍一下的。啊，我也怕你们不语。可以的。你好，以前那个西面桥那边那个不好吗？发 U 盘。直接这个吗？也行。我只放，我们得动。老师手机能就进来去看哈。对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全身是汗，全部，汗全是汗水。开始吗？
是，请出去吧啊！谢谢啊，这反正有规定的，手机不可以进内圈拍，在外圈拍啊。好，我知道，好。没办法。
关你屁事啊！
只有什么香果之声啊，还有那些像这边跳的比较多的，湿地公园就跳，基本上一次没跳过。